其实小时候，因为那时哈，因为我住在马六甲，但有的时候如果是过年啊期间或什么，我爸爸妈妈就会带我来到磁场街这一带，就是北仔巷这一带来逛逛，来感受一下那个过年的气氛。因为毕竟这边是马来西亚，就是华人当初来到马来西亚时候下南洋来这边吉隆坡开埠的一个地方，就是开埠工程是叶亚来，只是也是客家人。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来到这边，好像前面还有一些好像那个罗汉果啊，什么那些那个冰水，那些都是小时候喝到大，现在都还在那边，可能换了下一代的人在经营。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店，这些都是一代传一代，就是守护着他们传承下来的一些主业。我想这个才是我就可以从这边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华人其实都是靠着这个就是这个传承的信念一直在延续着。把这种的这个好的一些文化传承下去，希望就是留着主业。